公子啊，那些卖你是不卖身，请你不要说笑啊！阿生小姐，我对你是真心，小姐啊。强强拍脸出本你，然后相爱对你显正义，今生老你结夫妻。满面含笑，心面夹风，何时柳树来一春风？只是此故何梦最一想。只怕梦想是变身空。今日你我再相逢，把灯天仙情意浓，心意相如飞云卷。海藻花该沙岸。敢是真心吗？你啊，全然我个真心话，今日对你一见钟情，在我心肝肚做立了誓言，为情动你不可，天地可感，乃苍言佛，决定会是强空之人呐！哎呀！看一见天，八方光，眼中真心嘛把情伤，不由心中一春风。相爱老天呀，老天来结姻缘，结姻缘。阿星小姐，难道你气嫌爱呀？公子，生来你人才出众，爱。哪有气嫌之理嘞？真应该，阿贤，既然你对我有情，那自不见不你开始，我就冇爱转去下站，我就猜了会等你，可以陪你，我就冇离开你啊。不过，公子啊，你爱得了未来带，可是。我不少给钱呐，钱唔系问题，最重要的就是阿贤你。长公子。
好嘞，阿贤，你来看，我发的样板琴呐。好啊。你俩发给敢起爱嘛？用会比爱还那好看呢？啷个嘛解？当然发起你呀。不过啊，因为个才能根本发唔出你嘅十分之一啦。真经嘅啊？公子啊，公子，来啦！阿贤，你等一下。你来嗨啦，对啦。老夫，做乜解啦？哎呦，公子，天下嘅李太娘又来人系掏钱了，佢讲俩正嘢啦，还唔拉50两哦。好世上对话，莫把阿贤听到。有嘞，来，懂得。哎，做唔得，你阿只啊哈，迄少呀，老爷送门嘅礼物呢，做唔得啦。肯而去你就去。好啦，我就去啦。苍龙啊，啊？还没发生乜嘅事情呢？冇啦，那么嘅事情，阿贤，你到几头位去？我等下行几位看风景。好啊。来。少爷，哎呦，俩个老爷送帮阿少爷嘅礼物呢？哎呦，喺我一样摆拿去当啦。我主讲呢，啊冇带到俩位咧，一张嘢啦，即300两元。俩，啊好啦，到你下来，爱当就拿来去当。老爷，也建议世上看人爱山叹气，我不是有心事吗？燕公啊，你天在那个身边多年咯，相信你那边，那系为错嘛给这个谁的？我不是为个少爷就在担心嘛，说起来也奇怪哦，少爷佢经常也有半年啦，到今也冇一种嘅书信回转来，实在也不愿放心不下。就是因为如此，你爱想，那个夫人做梦，那有公务缠身，不能好好陪伴了佢。已经佢这个送件前去，你现来用办放得了心啊！老爷，那是不放心，不如罗汉来陪老爷，亲身到菜景上去，留佢观看一番啊！错啊！既然来放不下心，那就是这望在肩上前的前计，杜好万岁有出子，现来送件前去禀报面前。不能就趁此机会，好好看一下
燕父可以好前途圣贤啊！那我就来去准备行李老马匹了。就罗高见公义了。哎呦，上个唱年房哈，来也未带一几百年咯。cái tốn gì đi, cái trung ý ngày à xén, cái lượng xa mà dù ý ôi. Sai còn nè, ná ít tiền lượng 4 ngày. Hay giờ có tấn ăn nè. Bí chẳng nhiên à, hẳn ná lượng bạc lượng của ngày cho sầu phí nè.所以我被带下来。哎呦，孙孙啊，你带多位啦哈？我到去冇拿钱来，啊，这来一定看哪里？年那个送那给，买呀东那西罗那，看了精彩来正宗啊伊，正宗伊。看那姜来买呀，买呀不呀去罗那，啊先我去去听风那伊，听风伊。大夫，来，你来看，你嘅幾劍彩要獎冇啊？老幾阿仙要配冇啊？少爺，你嘅金彩啊，正係正，唔過啊，你嘅金彩啊，買落去，你又冇錢了。啊，要去上看，送贈嘢，你將來買鐵，送贈嘢啦，就買嚟嘅玉佩，而家嘛，你贈嘢，要唔要買乜嘅東西？將有錢落本嘅李太娘哦。哎呦，好勢上吊啊！講到安太上，那本騙人糖到，我會冇面子啦。好啦好啦，都來去。哦，李太娘啊，你一啲兩位啊？係啦，誒，冇啊，你啲記錄行怎轉來係啊？係啊，太娘，我都記到我行行溜溜啊咧，順沙買啲我禮物，我送本阿仙啦。給你買暗號嘅禮物，係點你對阿仙好，我咪對佢當關事，啊唔過咧，唔夠用辦。呀，賺嘢嘅錢啊，呀，我要本嚟係唔係呀？哦，對對對，你看，我呀都唔記得了。太娘，放心，馬上拿錢俾你。來哥，哦，錢拿出來。好啦，本兒。嗯？用我按槍。5兩元。哎，用乜只用5兩元啊？哎呦，少爺，你唔記得你啊？係電話爭人二講，你冇錢咧。真見就冇呀。誒，寶寶弟妹，要錢講啊？哎呦，就錢過咧，少爺，你哋嚇就存了5兩元金。少爺，我按你啦。嘅金彩啊，冇轉你拿進嚟見。講乜嘅話？金彩係我送本阿仙呢，你冇講你哦。錢嘅事情，要讓我天上判斷，你實意，可能有乜嘅做點乜嘢？少爺愛，實意啊！好啦，我來去啦。太娘，參公子，來，你阿爹會先本你。啊，誒，也爭5兩元呢。按你特爭嘢時，我本係200兩呢，我爭答應你呢。哎呀，李太娘，你放心，來福已經依兩個總錢了，佢會想辦法，不久嘅時間，佢就會多進來，我把所有嘅錢還本你就係了呀。安尼哦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太娘，
我好像了了几个金钗，送本我个好姑娘啊！哎，叶哥啊，潘公子啊，个有钱买礼物啦，哈！阿祖唔晓得这个金钗先本来，哎哟，好啦，今日入落去，等家同我转来，我咱看样办。嘿嘿，春香，嘿你哟。嘿啊，来福哥，你为嘛该面油面结嘅？迄发生嘛个事情嚟，系冇啊？哎呀，哎，春香啊，哈？你有钱冇？呀我呀。来福哥，你啲嘅讲嘛该啊？我呀，只是一个小小嘅变数春香，哪有钱好借你？你冇钱哦。唉，没冇好。等下，来福哥，我冇钱去正常嘅啊。过来讲，娘不卡嘅工资没一刀钱吗？老囡仔就好了呀。哎呦，伊呀，你那边啊还那冇钱哦，哪样来囡仔？你乱讲，唱工资娘可能冇钱，家下。我呀，正看到佢送一支金钗本我家小姐，就该几件风采，用太人啊就所有嘅钱，厉害！人家咪个李太阳啊，我人啊就偷钱，跟我公子冇钱，现在去想办法吧。啊，我哪有办法？看人公子身上还有嘛个东西，好拿去点动，很紧拿去买啊！哎呦，已经啊就买摕一张玉皮嘞，上张月啦又买摕一条马诶，啊条下我小爷，现在拿几个嘛个私书吧，我去买吧。哎呦，该唔过那有人爱买，拜托啦，诶，春香买买，咱系听想办法好嘛？我呀，我哪有办法？惨的啦！两万事情太跳嘞，我迄人啊手机哎，等下嘞，等下嘞，咩？乜该惨嘞啊哈？做乜该原谅嘅小子讲嘞？哎，我公子啊，有特别交代哦，讲你阿嘅的事情啊，做唔得不让小子知哦。唔对啦，李太阳记最看重的就是钱，你做铺两万冇钱嘞。李太阳一定会想办法查散二公子雅小姐，将伊条赶出去。哎呦，样板做得行嘢啦哈！该你哈，你可靠还用年那个时间，那我就赶出去，我就去哪位呀？啊，错，该条下，你讲爱让人个小子讲，雅小子按爱爱小爷啊，一定会想办法哦。冇可能啦！小姐记，冇可能拿钱出来。我呀，要准备同佢哋一生来复国，送我出现，强烈冇真情，怎讲就爱钱啊？有钱的就是太阳，冇钱天来送怕。就算我家小姐对长公子系真情，也是建立在钱之上。那系冇钱，只能任凭李太阳安排。我劝你啊，劝你公子莫再留恋嘞，赶紧回转故乡。我公子那是有真情，劝佢赶紧带钱进来，抬我嘅小姐受审告辞。哎，春江啊，不容易啊！你都要按借钱啊！
我少爷，老二就付出很多，我只是希你拿啲嚟嚟落去帮忙点点，你就唔肯。那唔係你小子，我兩世因為流落嘅地步，好愛錢希望，到你下我自有打算嘞。金彩配美人，只有我嘅阿贤，真做得將這個金彩插到暗好看呀！係你買的好，呀金彩本來就講，相愛真是好福氣，有你安好，給龍捲相伴啊！何講此言？係愛心生有限，怎能夠遇到你呀？錯啊！前幾年春香都老愛講乜解？來福施出啲嘅價錢，係唔係有乜嘅困難呢？是，你改死嘅來貨，險氣莫講，叫人嚟講出來。賢婦啊！實不相瞞，我身上嘅金錢已經用辦呢？已經用盡了。兩昨日還欠啲太陽，嘅金錢又按多，我這麼險氣，老我太想辦法啦。係嘛？莫想春香講氣真，想講全身無可存，不言天下愛心夢，我心中有分寸。錢嘅話，都是太陽那喺地度，緊照。陳龍，佢冇愛用啦，我想，冇將呢一啲金彩，我還到轉機，想不要有得有金錢。拿了倆錢，你先一下賺來帶。你別講解，你個金彩我已經送給你了，用辦做得讓你拖進來咧。放心，來貨為我精裝，我相信佢一定會想辦法，到時這錢你就唔是手裏呀。大夫，你轉來了，來問你，錢嘞？你賺多錢嘛？實拿出來呀！今日我都在街路上看到一批嘅廚團安醬啊，我想要趕緊攞佢買轉來，本個阿賢做了個羅拳，我相信一天都好看。來啦，錢拿出來。阿賢。上記住阿賢，就係你，就因為你，我少爺就冇讀書，老姐用槍，你負你錢。